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两代粤剧顶流组合首次同台上演元宵之夜的限定版《新龙门客栈》。新龙门客栈正本故事结束1年后的元宵之夜，客栈已是一片废墟。贾婷与金镶玉于废墟中狭路重逢，关于新龙门客栈的故事还在继续。原来是你，应该是谁？你这是要为今世复命？你竟没有跟着追外王扯关？你是今还是那个种下生意的贾大生？那你呢？还是那说我们的金香玉吗？老娘应不该你。说不该行。一生比你更像那后真假实的金香玉，我却不信。何人？请与奴家是我啊！你是何人？老娘是这龙门客栈的老板娘。龙门客栈，龙门客栈早已是一片灰烬。哈哈，天下之大，无非从头来。哦，呐。此人比你更像是你，是此说来，我也生得一生，比你更像是你，何人？喂，
黄昏，残阳似雪破天门，橙色龙头走八卦，西侧阳光与孤城。让我出去一下可以不？你是后生，那是我的孙子，我是后生。大众灭亲，大义灭亲。我欠他最晚我的2计，这也晚了。你兄之恩虽已报完，你父曹公之恩也当是后祸，其中决散，是非公公生儿定生。大伯父亲，天地永存。江湖一梦，莫忘本性。啊！哈哈哈哈！呀，是天的！上元佳节，于是新的一年了。
大家的底线。谢谢，来，掌声给我们4位老师，感谢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。我们也请我们的毛维涛老师、何赛飞老师、陈丽君老师和李云香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来，掌声欢迎他们。有请4位老师。哇，以前都是在视频里看的，今天在现场看，真的大饱眼福。欢迎4位老师。激动，想跟老师握手。台下当心掉下去。元宵节快乐，老师！太美了，太养眼了，都舍不得眨眼。来，我们往这边中间来一点啊！大家都说呢，这个戏剧啊是有魔力的。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演出方式。我们首先呢，请我们的4位老师来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，做一下自我介绍啊，不用自我介绍，打个招呼，做一个元宵节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好。从谁先开始呢？从何老师先开始。啊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元宵节快乐！来，毛维涛老师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毛维涛，元宵快乐！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丽君老师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丽君，在这里祝大家团团圆圆、平安喜乐。漂亮。好，来，李笑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云霄，在这里祝大家元宵快乐。每个人还有角色的感觉。我们说呢，这个越剧是懂爱情的啊，它可以把很多浪漫的想象、传奇的故事呢，最生动的表达出来。那今天呢是元宵节，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。我们呢想到了2句元宵节的诗句，想请老师们呢用这个越剧的方式表现出来。首先第1句呢，我想请毛维涛老师还有何赛飞老师，我来在旁边念一下，然后请2位来用越剧的身段来帮我们表演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先说一下，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给老师们停的地方啊，来4款，好，试试看啊，来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好绝啊！好好看，开心开心！对，那个身段太一眼万年，我跟你说，觉得这故事老长了，好吧？对。那下面来到丽君老师和云霄老师。对，第2首呢是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让我们请陈丽君老师和李云霄老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用越剧念白吧。好，念白来了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好幸福！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赚到了，就是因为今天是2代的这个越剧黄金搭档同台来演绎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爆款选段。是的，谢谢4位老师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戏曲的重生，看到更是一辈又一辈的戏曲人的努力，身怀技艺，头顶星辰。我想呢，这正是他们的坚持和守护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戏曲的一次又一次的繁花绽放。掌声再一次给老师们。京都乐子庵，新年有好嫂，龙年都兴旺。京都乐子庵和你一起期盼每一瞬的精彩。接下来即将上架的单品有：金风玉露、飞我不可、右虎。湖南有线网友视频元宵节的后，合作伙伴爱买后为称。